见你的容颜，彰显你心意，使我看见。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让我的见你的容颜，回应你心意，与你相连。我要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。
静在你面前，深知道你就在这里。咱做伙来敬拜。我来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来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我来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我来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我来敬拜你，主耶稣。敬天使为你宝座敬拜，命我真认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。让我真认主你的同在。我甲敬天使为你宝座敬拜，让我亲眼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，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。
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，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，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，颂赞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羔羊，颂赞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羔羊，颂赞圣洁，圣洁，圣洁的真神，颂赞圣洁，圣洁，圣洁的真神，我要跪下，跪下，在你宝座前，我要跪下，跪下，在你宝座前，我要敬拜，敬拜，敬拜我的主，我要敬拜，敬拜。敬拜我的主，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的终点是为了宝座敬拜。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，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。
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的灵魂静养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甲有一世人。阿们。在现在，我心不乐里来，我心转身对你表明，现在我的现在，我心不乐里，我心转身对你表明，现在我的现在，我心不乐里，我心转身对你表明，现在我。现在，我心在哪里？我心转身对你表明，现在我。
谢恩乐，地主来，我心欢喜，我可以就拢不惊惊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主来常常感谢恩乐，地主来，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下基督主就同在，地主来常常感谢恩乐，地主来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常常感谢恩乐，地主来我心欢喜。我可以就拢无惊惊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最下基督主就同在，常常感谢恩乐，地主来我心欢喜。 You have done wondrous things,最下基督 Let this be done. Let this be done. 主就同在。 听咱的主的声讲，主问咱讲：我所听的囝儿，你好吗？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用祈祷，用安静来亲近咱的主耶稣。伫今仔日的黑暗，咱甲主耶稣讨伊的听。咱定时用圣经的话来肯定咱的信心的祈祷。咱对咱家己讲：我深信无论拄着什么，
拢袂当过长我甲我主耶稣基督的疼，因为这是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所赏赐予我的。亲爱兄姐，咱同心进入礼拜堂，咱同心来到主席阮座前，咱恳求圣神帮助咱、怜悯咱，做咱的保惠师。亲爱兄姐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求你将搁我的灵赏赐予我，互我无搁再做无小无灵的基督徒，互我无搁再做软正软弱的基督徒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伫今仔夜暗，恳求你的疼充满我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恳求你，用你的疼来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Kyrie eleison, Kyrie eleison。亲爱的这咱用这个咱的信仰前辈教咱的祈祷，真简单的一句话，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家己用咱安静的心，用咱的心祈祷，咱心内求叫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，然后将你的重担，将你心中的苦楚，将你心中的欢喜，无论什么种你的情景，咱甲主耶稣祷讲，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为着阮降生伫世间，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听阮卑微的祈祷。阮中间兄弟姊妹向你发出的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回应因对你恳求的怜悯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阮。主耶稣，伫阮祈祷的时，恳求你找见圣神，恳求你找见圣神进入阮的心内。亲爱兄姐，甲上帝讨圣神。亲爱兄姐，
奉耶稣的名邀请圣神帮助你，奉耶稣的名邀请圣神进入你的心内。享受平安自由的圣神，请你来。你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自由。亲爱的圣神，阮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，听阮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降临。用天父上帝听来安慰阮，用天父上帝听来满足阮，用天父上帝听，互阮通得到平安。至圣的神，请你来。亲爱的姊妹，咱通轻轻将咱的双手放伫咱的大腿上，咱拍开咱的双手，咱甲主祷告。主恳求你怜悯我，主求你收拾我生活的溃烂，主恳求你收拾我生活的需要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拍开双手的时，你将你的需要甲主讲，用祈祷的手伸出来，用祈祷的手恳求上帝，将你所欠缺、所需要放伫你的手中，伸出祈祷的手，咱甲咱的天父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你的查某囝，你的囝儿需要你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
这如果咱今仔日的生活若有拄着困难，你感觉心若有受搅扰，甚至若有受伤害，咱来做一个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保守你，保守我，保守咱每一个人，拢无入得去，无拄着黑暗关系的伤害。咱通用手做一个十字架交叉伫咱的行前。咱甲主祷讲，随伫暗暝，我倒来到厝里，我要休困。我将阮兜的门关起来。主，当你的囝儿一日要休困的时，我将我的心关起来。主，独独只有你甲我同在，所有一切受气、看怒、烦恼，人对我的伤害，我拢不得已，无得容允伊进入我的厝内。主，将所有这的不愉快的情绪，将这的所有的伤害，甚至明仔载会看怒，主，我要将伊甲伊拒绝伫我的心门的外口。也这，家己用这种保护咱的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拒绝黑暗的关系，拒绝黑暗的关系对你的伤害。你家己将你的需要甲上帝讲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斥责所有黑暗的关系，无得攻击阮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斥责所有黑暗的关系。我命令你不得伤害我的兄弟、我的姊妹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斥责你，我命令你离开，不得再搅扰我的兄弟姊妹，搅扰阮的家庭。奉主耶稣的圣名，将你关伫门外口。你静静听阮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斥责你离开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进入伫阮的中间，就亲像伫迄个黑暗惊吓的暗暝，主你甲你学生讲，愿你平安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将门关起来，互阮通安然享受你所赏赐阮的平安。因为你讲，你留落你的平安，毋是这个世间的平安。主，求你，互阮真正享受平安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都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家己伫你家己的额头，伫你的额头头壳遐画一个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包含咱的心思意念，这个十字架包含咱的脚膀，这个十字架包含咱的情绪，这个十字架包含我们心里面神圣的圣殿。
亲爱的姊妹，咱伫画十字架的时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互我带着你十字架的记号，任何黑暗的关系，看到你的十字架，伊就袂侵犯我。也这，咱求讨羊羔十字架的保护，咱家己甲主耶稣讨，然后感谢伊所成就咱十字架的印记。当咱已经向主耶稣表明咱的祈祷，愿恁伫今仔夜暗有一个甜蜜的梦，伫梦中甲主相见面。当咱已经将咱的祈祷甲主讲，愿恁有即种的福气，伫梦中会当听见圣神的声，伫恁眠梦中会当甲主相亲近。耶稣听恁。求你怜悯我，祈祷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，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祈祷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顶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传这日子，就救阮脱离个歹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咱灭得避讳。平安，耶稣听恁。需要牧师为恁祈祷的人，你通到头前，牧师陪你祈祷。